香港換入虎大門嘅街坊一定要銘記3個核心重點：落地、落地、落地，不專業，報價平，貨期不準，最終爛尾，花了冤枉錢，最後唔開心。一線門始終要喺香港本地現場落地安裝，缺乏本土樓宇施工經驗，根本做唔到高標準完美交付，一時貪平醒少少，最後只會踩滿大限。我哋唔係全港報價最平，亦都唔係漫天開價最貴，只收取公道合理費用，死守每一單工程完美落地交付。就算係香港文昌行內資深從業人員，有時做現場都會踩行繳學費，更何況入行資歷淺薄嘅師傅。入虎大門安裝絕對唔係兒戲，牆體結構、屋宇規例、驗樓標準、現場改動牽涉眾多細節，入行未滿10年8年，根本冇把握做到零瑕疵交付。內行街坊一睇就明白，想真正避行，務必選擇全師傅團隊。重點講清楚，全師傅唔係普通臨時安裝工，係香港政府正式拆窗框高級熟手技工，資質受官方認證，經過香港市場實戰層層檢驗，將近20年本土深耕經驗，摸透全港公屋、居屋、私樓各種樓宇現場狀況，擅長根據樓宇實地環境精準度車，靈活調整方案，從源頭杜絕安裝隱患，確保最終完工效果完全完美。大家揀精雕處女智能大門，揀嘅從來唔單止一線門，係穩健靠譜嘅本土落地交付。打算更換高質智能大門嘅朋友，即刻私信留言，屋苑名稱加現場相片，免費上門度車，量身報價幫你避開換門所有陷阱。